90個，只要90個，你就可以攞低一個自己單門獨戶嘅一個4房128平方嘅。咁咧日內位置咧，左手邊咧就係我哋一個公共洗手間，然之後咧佢呢度咧係一個南北對流雙陽台嘅戶型嘅。咁我哋呢邊呢個大陽台咧就望住我哋個小區裏邊一個景觀啦，非常之闊落開揚，而且咧通風亦都係非常之好嘅喎。因為咧喺呢個陽台嘅話咧，佢望出去嘅景觀咧就係可以望得到我哋三鄉嗰個蓄水湖啦，同埋我哋一個山嘅景觀嘅。望出咧冇任何遮擋，所以咧呢邊我咧風咧都係非常之舒服涼快嘅。咁咧仲有我哋一個 U 字形嘅個廚房，呢一邊咧就係我哋一個和室區域啦，一共4個房間都分佈咗喺呢一邊嘅。所以咧就算晚上咧你小朋友喺隔離房瞓覺嘅話咧，過來嗌下嘅都非常之方便。主人房咧又係一個套間嘅設計，今次仲有一個咩好處咧？其實呢啲戶型嘅話咧，仲係可以將個飄窗移翻出去，又可以多一個飄台使用嘅。今日咧面積係128平方，總價只要90個就可以攞低，而且首付嘅話咧，肯定喺你嘅接受範圍之內。有興趣嘅歡迎喺評論區留言，帶你實地睇樓。多謝。